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4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52天。我们看看这个俄乌局势最新进展。乌克兰正准备对别尔格莱德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击，在别尔格莱德方向乌克兰军队的增援力度显著增强，又一个攻击型无人机联队抵达前线。据消息人士称目前在前线一个狭窄区域已集中了200多个无人机小组，这表明乌克兰武装部队打算利用无人机对俄罗斯阵地施加更大压力。新部队的到来表明俄军试图通过加强远程攻击的战术来弥补人员和装备的损失，而这种战术正逐渐成为此次冲突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这个别尔格莱德方向仍然是边境地区最为紧张的区域之一，乌军经常试图在那里破坏局势稳定。攻击型无人机构成严重威胁，他们能够对阵地装备和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同时操作人员也就是飞手他们的风险降至最低。在有限区域内集中200多个小组是史无前例的。据军事专家称这可能是为了突破防御。对于已经遭受过炮击或无人机袭击的别尔格莱德地区来说，此次增援意味着在保障安全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坚守防线的俄军面临着适应新威胁的必要性。乌军使用的无人机通常配备有爆炸装置，且能够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作战，这使得他们难以被发现和消灭。乌军正依靠此类武器技术优势这就要求俄军加强电子战和防空能力，以保护阵地和民众。目前来自开源渠道的信息证实了乌军使用无人机的活动有所增加。在最近几天，别尔格莱德地区击落了数十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一些还是对民用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这种情况背景与乌军在边境地区采取了更广泛的行动有关。根据路透社报道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的攻势未能成功之后，乌军转而采用精确打击战术，包括无人机袭击，以此分散俄军在其他地区的注意力。美国战争研究所在4月9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乌军正在增加无人机的生产和使用，特别是在苏梅和别尔格莱德地区，他们试图以此来弥补炮弹的短缺。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在2024年生产了约150万架无人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边境行动。那么无人机的战果怎么样呢？乌克兰第414无人机旅马扎尔之鸟部队从公布的视频中证实了，在4月的12天内，就是整个4月他们共消灭1073名俄罗斯入侵者。人家都有视频这个很简单有视频作证。这个其中685名俄军死亡，388名受伤，所有这些损失都是由该旅无人机造成，这意味着拯救了数百名乌克兰步兵的生命。你看这仅仅是乌克兰的第414无人机旅叫马扎尔之鸟部队这12天里就给俄军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另外一个叫第412复仇女神团，又是一支无人机部队他在这个4月12日星期六的报告中说，这个第412复仇女神团炸毁了俄罗斯炮兵系统，占3月份摧毁了所有俄罗斯炮兵系统的 17%。 而3月份乌克兰国防军总共摧毁1644套俄罗斯火炮系统，其中282门榴弹炮和火炮被412复仇女神团摧毁。你看这个复仇女神团专门炸这个火炮，而他们在2月瘫痪了365门敌方榴弹炮和火炮，包括罕见的朝鲜 M1978自行火炮系统。3月被女神团摧毁的俄军地面火炮包括了这个榴弹炮什么火箭炮系统、地空导弹发射系统。这里面只是介绍了2个，一个是马扎尔之鸟这个无人机旅，一个是412复仇女神团，都是无人机部队取得的战功可见乌军现在是越来越依赖这无人机弥补他那个155炮弹不足的缺陷。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12日报道，他说，在3年的冲突中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但战斗没有停止的迹象。在接受乌克兰新闻媒体左岸网站采访时，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就当前战争静止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他对参与战斗的俄罗斯军队数量评论尤其值得注意。他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正在进行的战斗的评估也是如此。乌克兰军队3月在那里遭受重大挫折，但仍在战斗。报道说尽管在乌克兰损失惨重，但俄军仍
继续增加在乌克兰的兵力。据谢尔斯基估计啊，与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队人数约62.3万人，自2024年11月以来增加了约4万人。这些关于积极参与俄乌冲突的俄罗斯军队数量评估与美国军官的评估基本一致。这个谢尔斯基说啊，克里姆林宫每月向乌克兰增派大约8000到9000名士兵，这些士兵在俄罗斯境内招募。据谢尔斯基说啊，莫斯科成功扩充军队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激励，而不是征兵。尽管俄罗斯继续征召年轻人参军，但这些英军入伍的人通常不会被派往乌克兰参战。报道还说啊，俄罗斯军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俄军不仅补充了伤亡，甚至还扩充了与乌克兰作战的部队总人数。这个谢尔斯基还说啊，俄罗斯入侵者企图突破我们的防线，结果我们给俄罗斯侵略者造成了创纪录的损失。自今年年初以来，敌方人员损失总人数已超过14.650万人。他说，我感谢我们士兵的坚韧，打击的准确率。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啊，通过国防快报透露，朝鲜士兵从库尔斯克战场开始投入战斗，总兵力1.2万人，组成4个旅，到现在为止只有1个旅已经被有效摧毁，其余3个旅已失去战斗力。这个朝鲜人啊被打惨了，在这个这么剧烈的俄乌冲突啊之中，这个绞肉战，这个朝鲜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个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阿尔丘赫表示啊，过去1周俄军对该州的进攻强度增加了30%，总计对乌军阵地发动了47次进攻，进攻方向主要集中在朱拉夫卡和巴西夫卡2个居民点附近。但我们的军队顽强抵抗敌人，给敌人造成严重损失。也就是俄军在哈尔科夫、在苏梅州动作也不小。这个根据 CNN 的报道啊，说普京啊希望俄军能够打进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为谈判增加一张王牌，获得战略杠杆。目前俄军距离该州边境4.5公里，但能否达到这一目标还很难说。除了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资源外，乌军在那里也建立了复杂的防御体系，等待俄军进入由各种火力和攻势构建的杀伤网。尽管整体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但俄军已经很久没有占领什么值得一提的战略要地，甚至很可能已丧失了这种能力。俄军的进攻能力建立在充足火力，尤其是炮兵火力的基础上，而俄军现在不管是火炮数量还是弹药储备，都已经无法与战争前2年相比。换句话说啊，俄军最大的优势已经遭到了大幅的削弱，而乌军的防守能力则在不断变强，尚不足以发起大规模进攻，防守绰绰有余。根据乌方的统计啊，目前每损失1名乌克兰士兵，就会有7到10名俄罗斯士兵被打死。尽管拥有规模优势，但俄军在打了9个月后，还是没能拿下战前人口仅6万人的小城市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村呢，打了9个月了还没拿下，乌军还要反攻。我们再看啊，昨天呢，这个俄军啊又悍然袭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根据媒体报道啊，俄罗斯发射2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至少21人身亡，83人受伤。也就是俄军啊对苏梅市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导弹袭击。俄军的导弹无情地击中了普通的城市街道，摧毁了平凡的生活、住宅楼、教育机构、街上的汽车。袭击发生在复活节前的周日早上，正是许多乌克兰人去教堂做礼拜的时间，而俄罗斯啊却偏偏选择在这个时间发动。泽连斯基发文说啊，这是普京无视美国全面无条件停火提案的第2个月。不幸的是，在莫斯科，他们确信他们可以继续杀人而不受惩罚。俄军连发2枚导弹啊，第1枚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境内这个苏梅市的一个建筑物。过了一段时间，第2枚导弹又在附近落地，这样导致大量的平民伤亡。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已确认，向苏梅发射弹道导弹的俄罗斯陆军旅布达诺夫表示啊，4月13日，俄罗斯第112和第448导弹旅的部队使用2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实施了袭击。导弹是从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和库尔斯克州，就是猎刃机啊境内发射，也就是啊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头子啊已经被锁定。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就此啊这个表态啊，他说今天上午2枚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苏梅市中心，再次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大量平民伤亡。马克龙说啊，众所周知，这场战争是由俄罗斯一手挑起的，而今天显然是俄罗斯一手选择继续这场战争，公然无视人类生命、国际法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外交努力，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才能对俄罗斯实施停
停火，法国正如合作伙伴一道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懈努力。他说，对于受害者、伤员以及所有继续抵抗的乌克兰人民，我们表示团结、尊重和坚定不移的承诺。实际上，特朗普上台以后啊，尤其特朗普啊逼这个乌克兰达成无条件停火，这个之后，现在2个月过去了，俄罗斯更加变本加厉的肆无忌惮的袭击乌克兰的城市，袭击民用设施。事实证明啊，普京不管怎么干，特朗普都是沉默不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朗普夸奖普京，说他佩服、敬佩普京，说普京想要和平，普京想要停火，普京就这么停火吗？大家都知道吧？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那个女的，她已经在乌克兰待了3年，正好贯穿了这个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这3年。结果特朗普一上台啊，这个美国大使就干不下去了，他实在无法跟特朗普这样的人共事，所以愤而辞职啊。这几天啊，乌军的一架 F-16在这个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啊被击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4月12日牺牲的 F-16飞行员帕夫洛·伊万诺夫少校授予乌克兰英雄称号。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中写道：鉴于帕夫洛·伊万诺夫维奇·伊万诺夫少校在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表现出个人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乌克兰人民的无私奉献，决定追授其乌克兰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勋章。关于这起空难的具体情况，仍在由跨部门委员会调查中，相关工作已经启动。也就是这架 F-16到底是怎么打下来的，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啊，我看还是乌克兰方面主动披露的。在乌克兰方面主动披露这个事之前，俄罗斯的媒体也没有报道。但是这个乌克兰这边一说自己一架 F-16被击落失事啊，最主要的是飞行员牺牲了。这个时候啊，飞行员恐怕比飞机还要宝贵。就乌克兰现在培养一个飞行员很难。那么俄罗斯的媒体纷纷开始报道，这个俄罗斯人呢，有的说是这个苏34击落了 F-16，说 F-16不过如此，在空战中落败于这个苏式飞机啊。也有人说就是俄罗斯人呢，他说是他们的地面防空部队发射导弹击落的，仿佛他们刚开始还不知道这事。后来乌克兰人一说自己有一架飞机失落了 F-16坠落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俄罗斯的这个地面导弹部队都开始抢功劳说是我的功劳。不管是俄罗斯官方媒体还是俄罗斯的这些军事爱好者、军迷，对吧？俄罗斯网络至少在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之前呢，没有看到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媒体上一次宣称击落乌克兰空军一架 F-16还是在3月份，当时说是用 S-400击落了一架 F-16。乌克兰他主动的公布自己飞机失事，不是被别人指出之后他承认，他是主动的公布，所以说明这个乌克兰方面还是比较这个透明的对战损信息比较可靠。相比较之下，俄罗斯政府俄罗斯国防部从来不这么做俄罗斯国防部很少承认遭到重大损失，对吧？即便有损失，那都是烟头惹的祸。俄罗斯他公布的杀伤敌人的这个数量或者是装备数量，那都后面加个0，自己的损失基本不提。即便那边油罐子已经被炸的这个火光冲天，对吧？火几天都灭不了，那他也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这个乌军的无人机被击落之后掉下来，引起了火灾。那么这个 F-16到底是怎么下来的呢？有传言这还是乌克兰方面自己在传呢，说亲乌信源昨天说乌军防空指挥系统在苏梅上空记录到2枚不明导弹，当时其中1枚已消失，另1枚正在飞行，随后又出现了第3枚导弹。该信源当时认为可能是俄军的防空在拦截飞机，随后的消息证实了判断。该信源今天的消息称，这架 F-16战机在苏梅州上空被俄罗斯的 S-300、S-400防空导弹击落。昨天上午大约11点07分，这架 F-16战机在苏梅市上空躲过了第1轮导弹的追杀，随后它继续朝边境飞行，并于11月24日11点24左右向库尔斯克州的苏贾地区投掷了滑翔炸弹。这个也符合目前俄乌双方在苏贾市的这个战场的一个状况。这乌军这个空军经常是深入到这个库尔斯克去轰炸，这个轰炸完之后它继续朝边境飞行。那么在向苏梅市折返过程中11点38分左右，第3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它，也就是这架飞机躲过了2枚 S-300或者 S-400导弹，第3枚它没能躲过，大概是这么一个失事过程。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法新社11日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的防空系统。泽连斯基称大家都知道乌克兰防空系统严峻短缺，爱国者系统在应对弹道导弹威胁方面效果显著。我呼吁大家将重点放在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持上，我们真的非常需要，我们需要10套爱国者。根据媒体报道欧盟将在2025年向乌克兰提供230亿欧元援助，美国和挪威将提供5.8亿美元，
爱沙尼亚将提供1万枚火炮弹药，荷兰将提供1.5亿欧元，德国将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计划，立陶宛将提供2000万欧元，拉姆施泰因会议团体将额外提供210亿欧元的援助，也就是这个乌克兰啊，接下来1年这个钱是不缺的。我们看看德国啊，即将就任德国总理的梅尔茨刚刚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梅尔茨公开喊话克里姆林宫啊，说普京必须明白，他没有机会在军事上赢得这场战争。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给予乌克兰更有力的支持，这样战争今天就能结束了。这个梅尔茨啊，他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啊，态度是更加坚决、更加坚定，对俄罗斯的态度呢也更加强硬。这个也是啊，整个德国意志的体现。作为欧洲主要国家、欧盟的领头羊，德国正在积极整军备战，军工业蓬勃发展，连那个保时捷都开始生产武器了啊，生产坦克。以军火巨头莱茵金属来说，该集团不仅新建新工厂，甚至收购大众位于奥斯纳布吕克的汽车厂等现有工厂，全力提高武器和弹药产量，还开始进行进军新领域，包括卫星和中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这个绝对是德国啊一个信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再看啊，4月13号，德国联邦国防军监察长卡斯滕·布罗尔表示啊，他说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2029年之前参与潜在的冲突。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宣布了该消息。当被问及选择这个日期的原因时，这位德国联邦国防军监察长提到，他认为俄罗斯可能在2029年对任何北大西洋联盟国家发动袭击的威胁。布鲁塞尔表示啊，德国准备在2020年代末再训练10万名预备役士兵，同时他估计啊，所需的德国武装部队总数为46万人，其中现役部队应该为20万人，也就是德国现在已经做好了啊，这个2029年之前跟俄国打仗的准备。同时啊，这个拉夫罗夫他也说啊，做好战斗。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啊，欧洲大西洋国际组织未能为该地区提供稳定和安全，现在他们成员正为一场新的大战做准备。拉夫罗夫表示啊，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共同地区的安全问题按照欧洲大西洋的逻辑来定义，北约和欧盟本质上是欧洲的。他补充说啊，欧盟与北约签署了一项协议，欧盟现在是欧洲大西洋政策的一部分，这一点毫无疑问。上个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啊，任何北约维和人员进入乌克兰都将遭致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你看看啊，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啊关系是越来越紧张。2025年4月12号，乌克兰科学院的多名院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联合声明，乌克兰必须重启核武器的生产，因为我们拥有生产核武器的全部技术能力以及相关材料和设施，已经到达非常紧急的时刻，否则我们将不会不断面临俄罗斯的核威胁啊。这个实际上乌克兰应该越早动手越好，说不定乌克兰现在已经在开始研发核武器，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当初啊，对吧，1994年吧，这乌克兰放弃核武器，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要换取对吧这个俄罗斯、美国、英法的保护啊，人家放弃核武器了，结果现在乌克兰还遭受俄罗斯的侵略，你说找谁说理去？遭到俄罗斯的侵略，那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是这种态度，这些都不要提了，那乌克兰他就有权利再次去把核武器给他搞出来。是俄罗斯、美国先违约，违约在先，那乌克兰恢复这个核武器没有任何毛病，乌克兰有这个技术，乌克兰有这个能力。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英国，大家看视频啊。We agree on this issue. We know that Ukraine must be supported. I am a conservative realist, not a 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ist. But I want him to know that when he does the right thing, we will work with him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relation to today's announcement and her support on Ukraine, that is important to the government, it's important to the House, but mostly it's important to the Ukrainians and to President Zelensky, because they want to see unity in our House. They value unity in our House as they enter, after 3 years of a conflict, a very difficult stage of the war with
Russia and the Russian aggression. 英国两党居然抛弃成见，抛弃党争，为了乌克兰，这两党居然拧成一股绳，要力撑乌克兰干到底。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3年多以来这个英国的这个政坛也是变动频繁，对吧？最早的首相是约翰逊，后来变成那个女叫卡斯拉吧，搞了2月，后来又变成那个苏纳克，那个印度裔，现在变成这个舒尔默。无论是哪个党派，是谁当这个英国首相，他们支持乌克兰都非常坚定。这个恐怕是英国人那个共同的心声要对抗大俄，对抗俄罗斯，谁上台都一样。实际上这个英国这两党团结支持乌克兰，这个对泽连斯基非常重要。泽连斯基已经害怕了，这个他已经被美国这个两党轮替搞怕了。前一任是拜登对乌克兰的支持是非常给力，结果拜登一下台，特朗普一上台，马上180度大转弯，泽连斯基怎么应对？如果英国也是这个情况，对吧？斯塔默如果下台，换一个首相一上来，不支持英国，不支持乌克兰，那乌克兰就完了。所以这个泽连斯基特别希望这个英国国内能够团结。目前看英法德，你看英国刚才已经表态了，反对党跟这个执政党要拧成一股绳，支持自己承诺的。那德国呢？德国是基民盟梅尔茨，对吧？他那个态度比舒尔茨要强硬的，对吧？支持乌克兰更加坚定，反对俄罗斯立场更坚定。那法国呢？法国马克龙恐怕还搞不少年了，因为前不久那个叫什么勒庞吧，刚被抓起来贪污还是你看看这也是天佑乌克兰。也就是现在欧洲3大主力，国内政治应该是比较稳定，这就是大前提如果这国内政治就跟那个美国一样来摇摆，那乌克兰能受得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幸运。这3大主力只要稳，对吧？这个英法德这3个国家稳住，给予乌克兰坚定的支持，帮乌克兰坚持下去，撑下去。实际上这个俄罗斯他已经撑不了1、2年，外强中干，他也是得益于这个特朗普上台，特朗普给他还了气，所以这个普京又耀武扬威，又神气活现，显得这个叫胜券在握。实际上不是如果不是特朗普的帮忙，普京现在是焦头烂额，内外交困。你看这个俄罗斯1季度石油出口量同比下降，今年1季度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同比下降 6%， 成品油出口下降 13%， 原油油轮出口下降 4%， 再加上特朗普的这个叫隔山打牛，他的这个贸易战和关税导致这个石油价格还在下降，这真是阴差阳错有心栽浇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这属于对普京的误杀实际上普京已经感觉到乌克兰是越来越难对付，对俄罗斯来说北约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刚才也说了北约已经向国外公布，他们对乌克兰援助已经达到了210亿欧元，这个对俄罗斯来说那还是比较麻烦的事。然后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准备在乌克兰驻军5年，这法国也一样，这个已经上了议事日程，就是这个事情在按部就班往前推进，要不了多长时间英法联军就要出现的就俄罗斯现在打乌克兰都已经很吃力，这么焦灼的状态，英法联军进入乌克兰，你说俄罗斯向英国法国宣战不宣战？宣战不宣战都难。英法叫志愿者联盟，可以说是箭在弦上。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和 RT 电视台总编西蒙尼扬在中新电视台表示乌克兰的领土将被分割，就像波兰的领土曾经被分割一样。你看看这个俄罗斯人都是什么心态他现在还提波兰当年被分割，波兰当年就是被苏联和德国给瓜分了，这个战没有得到清算，所以这是2战最大的事，导致现在这个俄罗斯还是侵略成性。这个西蒙尼亚说乌克兰没有任何前途，以前是乌克兰的领土将被瓜分，就像波兰曾经被瓜分一样，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我们将拿回自己的俄罗斯领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语言，人民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想和我们一起生活。按照这个理论哪一天要中亚再要什么某条河以北，那都是他们的地方。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莫斯科以外的那都是咱们的，这至少是蒙古的。当然了，哈萨克斯坦说他们也有权利因为但是金帐汗国就在哈萨克斯坦，所以这个哈萨克斯坦总统就说了，对吧？要往前倒多少年，你们俄罗斯那都是哈萨克的领土对吧？就这么倒，能倒得清楚吗？谁到底属于谁呢？这个西蒙尼扬还说对我们表示欢迎的这些领土并入俄罗斯。西蒙尼扬补充说我们将收回所有欢迎我们的地方，中间将成为缓冲区。你看看而缓冲区之外的地区无论如何会有人来瓜分。你看这就是强盗逻辑，流氓。这个俄罗斯周边的这些国家被俄罗斯这套理论叫深受其害。你说俄罗斯周边
边这些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他欺负？就这套理论，对吧？大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就被他们这么给各种手段给他切走了，霸占。在21世纪的今天，他还要玩这么一出，怎么能让他成功呢？对吧？除了特朗普这个小集团还在纵容普京啊，有识之士，对吧？都在反对，都在尽自己的能力，心怀正义啊，心怀光明的人都是反对普京的这种侵略行为。侵略者啊必败，尽管这个过程啊有时候很漫长，甚至很曲折，但是啊终究侵略者会得到应有的下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